风台要行哪唔行，影响上大的就是南部小琉球和恒春半岛，因为风伤透，甲电线吹断去。昨在小琉球有3000多户失电，目前已经恢复一半较加。另外，伫东港昨在嘛饮水饮甲卡倒，目前水已经退啊。那边的水利川渔港因为大楼加上风雨，水流差拢互拍起来岸边。 山土风台来啊，屏东沿海下晡开始风雨是愈来愈大，东港镇后料开水是愈来愈悬。当地里长烦恼讲，较低所在饮水，过无偌久就出来算看卖。你们有档，我们会先来这边看水闸门有没有启动。东港较低所在，定来因为海潮加上大雨造成积水。另外一边的东丁里圳头路，早时5、6点就淹到骹肚才悬。到这大路有水啦，到迄个路啊，咧ram起来尔啦，无介悬啦。遐若是大楼吼，咸水、海水诶，都会积起来。加在附近徛街拢有贴悬起来，水无淹到厝内底。早时8点左右，水就退啊。不过烦恼讲风雨搁较大，民众赶紧搁甲里长加拖一寡沙包。大楼位遐就淹，啊迄边也淹，安尼淹到遮。啊，敲电要甲伊讲好，管你用沙包来，来还大家。无来到地无变咯。国往南的那边乡水利村渔港，因为海潮加上风影，水一度淹到岸顶，岸边四界拢是水流差。配合每天的涨退潮，因为第一次涨潮在7点多，所以早上5点的时候，它会随着时间慢慢涨到一个顶点，然后所以早上这边港区大概淹到我们防水闸门的第1阶。 烦恼民众还搁伫渔港内底，可能有安全的问题，海巡赶紧来巡逻。那边乡较低所在较会积水，乡公所也真注意，抽水机一直伫抽水。可能会有风雨，什么时候会大，什么时候小，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一看到有水可以抽的时候，我们就抽。这个3个抽水站的水位，我们都抽到最低。 风台风雨毋若可能造成这淹水，风真头直接甲电线吹断去，造成这小琉球早起有3095户无电通用。现在风雨比较小了，路上人的情形都没有。民众趁风雨收发较低时阵出算看卖，台电另外也赶紧出修理，至少已经复电1777户。另外，邦寮乡、村里乡也部分停电，陆续伫抢修。记者从合报道。